香港，我嘅城市，我嘅家鄉。香港，我喺呢度出世，喺呢度成長，亦喺呢度工作。呢個地方我都好熟悉，喺佢哋身上有一種靈魂，一種精神，一段故事。1997年嗰年我8歲。會展中心嘅上空，好似煙火一樣咁璀璨。我愛呢度嘅日新月異，50幾年嚟，呢度係我哋共同建設嘅家。我喜歡旅行，遨遊出海。喜歡探尋新嘅世界，領略唔同嘅文化。啟德郵輪碼頭大樓嘅節奏陪伴住我嘅生活，每一分鐘，每一點改變都歷歷在目。呢個係一項無可比擬嘅龐大工程。帶嚟嚴峻嘅考驗。有時我會諗到嚟到呢度嘅人，嚟自五湖四海嘅家庭同遊客。有時我會懷疑，究竟邊個締造呢一個城市？係邊個令到呢一度熙來攘往、生生不息？我喺呢一度經歷咗好多，完成咗一個又一個嘅非凡項目。城市嘅發展不斷更新，城市就係咁樣延展、進化。張開雙翅翱翔，好多嘅事喺呢度發生，充滿活力，注滿舊神，唔同嘅節奏相互交流，希望一切都唔會停落嚟。
永遠延續落去。仲有咁多想像空間，去構想，去經歷，去堅持。